生殖器嘅疱疹點進行治療呢？佢嘅治療原則呢，就係減輕症狀、縮短病情、減少病毒嘅排放、控制佢嘅傳染性。首先呢，生殖器疱疹嘅病人呢，係需要用藥抑制病毒嘅治療，醫生仲可以用藥緩解症狀同加速呢個潰瘍嘅愈合，越早用藥效果就越好。如果係經常復發嘅病人呢，可以延長口服抗病毒藥6到9個月，用藥期間呢，係可以預防復發。患者能夠做到乜嘢嚟緩解症狀呢？如果喺居家嘅話呢，可以採用以下嘅措施嚟減輕發病期嘅痛苦。第一個呢，就喺溫水浴入邊坐浴20分鐘，但係要避免洗嗰種泡泡浴喎。第二種呢，保持生殖器嘅清潔同乾燥，唔好着太緊身嘅底褲同褲。第三呢，可以使用非處方藥嚟進行止痛，比如泰諾美寧，但係呢，避免使用阿司匹林。